新竹市警方宣布抓到一个大型的毒品案，在一间外观看起来真普通的铁厝内面，竟然查到1500多丛的大麻，这个大麻市价超过5亿遐多。警方走入去房间，规涂骹拢是大麻，另外一间还有紫外线的电火甲通风设备。警方表示，嫌犯为着要让大麻在室内快速生长，特别利用电火24点钟夹照。 原本室外就要6个月，即马缩短至4个月就通收成。新竹警方表示，今年9月接到人检举，最早2个外围，3月底伫香山地区才掠到今年国内上大的室内栽种大麻的工厂。本市香山区一处民宅，当场查获连姓祖先等3人，涉嫌共同栽种及制造大麻毒品工厂。现场查获大麻活株1540株。 干燥大麻成品7公斤及大麻香烟880支等证物，市价近新台币5亿元。国内最近已经小连续查到真侪件大麻毒品。法务部长蔡清祥在记者会顶悬表示，政府有反毒的决心，不要让毒品流入市面上，损害个人的健康。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。